我同四叔成日被傳媒話係死對頭，尤其係長江地產成立嗰年，四叔二仔出世，佢索性將個仔改名李嘉誠，個誠字同我個名一模一樣。當時傳媒鬧到沸沸揚揚，話四叔係要同我硬碰硬，連個仔名都要踩我一腳。其實呢，後來四叔同我飲茶講起，話當時淨係覺得誠字好聽，夠晒誠信，冇諗咁多。我同四叔仲有鄭裕彤喺80年代被外界叫做新三劍俠，喺商界一直合作無間，仲曾聯手促成好幾宗大額交易。1975年，四叔做東，拉埋長實、新地、新世界一齊投沙田新市鎮第1號地段。嗰陣沙田仲係一片荒地，冇人睇好。後來建成嘅沙田第一城，從2060萬港紙嘅成本，去到1997年，呢個計劃嘅總價值已經達到400億，投資回報率接近2000倍，真係堪稱世界地產史上嘅一大手筆。香港地產界嘅4大天王就係靠呢單生意先至扎穩根基。當然啦，呢都係4大天王唯一一次合作搞同一個計劃。1987年香港爆發大股災，我哋3個人合力買入9000張期指救市。第二年，即係1988年，加拿大溫哥華世博舊址項目，我哋投咗20億，搞出萬博豪園，又叫做李鄭屋村。當時香港人搶住買，外界又有傳言話四叔因為淨係佔20%股份，我就佔51%，所以話佢淨係分咗啲豬頭骨，心入邊唔忿氣，從此種下芥蒂。後來我哋合作嘅家兆台直接打破呢啲傳聞，仲係我同四叔嘅友情見證。1992年，我哋兩家合作喺中環搞半山豪宅。點解叫家兆台？樓盤名各取自我哋姓名中間一個字組成，睇下呢份心意邊度係死對頭會做嘅事。可惜啊，世事難料。當年嘅美麗華酒店風波係我同四叔之間一道跨唔過去嘅坎。當時我想聯同中信泰富收購美麗華，點知楊志雲家族轉頭就將股份賣俾四叔，皆因四叔係楊家嘅世交。嗰陣傳媒寫得難聽到極，話我同四叔從此反目成仇，為咗爭香港首富寶座鬧翻。